呢間皇宮酒店非常大，我哋通常要行將近5分鐘嘅時間先至返入房，但係周圍嘅環境非常之優美，而且我哋喺度住咗2日，有足夠時間去拍照。酒店兩旁種咗好多椰棗樹，你望下有幾多椰棗喺度。第2日我哋準備出發之前有時間，可以繼續喺酒店四周圍去拍照留念。今日我哋終於要離開咗馬拉喀什，我哋下一個地方將會去卡薩布蘭卡。喺中途休息站後邊，我哋發現一個更大嘅 market， 呢度更加大，同埋有更多不同品種嘅塔吉煲，同埋仲有摩洛哥傳統圖案嘅碟同埋碗。喺度慢慢欣賞傳統嘅手工藝，都可以消磨到半個鐘頭時間，真係非常之漂亮。可惜啲煲太重同埋太大啦，如果唔係，我都想買返一個返嚟多倫多。距離卡薩布蘭卡西南90公里之處嘅馬扎金軍事要塞，係葡萄牙人16世紀早期響大西洋岸修築嘅殖民地。哇！呢個幾靚喎，呢個位。現在為傑地達市嘅一部分。1967年被摩洛哥人奪取，防禦嘅工事及城堡都具有文藝復興同埋軍事設計嘅早期風格。保留下來嘅葡萄牙式嘅建築包括水池聖母升天教堂，更加帶有晚期哥德式嘅建築。葡萄牙城係葡萄牙探險家通往印度途中，在非洲西部建立嘅早期殖民地之一，在此證明歐洲與摩洛哥文化互相影響、交流同埋融匯嘅見證。這一點在建築技術同埋城鎮嘅規劃方面都得到完美嘅體現。今日係我哋喺摩洛哥最後一個午餐。當我哋嚟到呢度，就被呢度嘅食物吸引住，我哋哇哇聲尖叫不絕。你睇下幾大盤食物啊！我哋呢度有10個人，有2盤咁多嘅食物，
啲海鮮啊好新鮮，但係我哋根本食唔晒呢碟嘢，只要食得開心便係最大嘅滿足。我哋喺摩洛哥最後嘅一個晚餐就係依間 Rick's Cafe。Rick's Cafe 我想最經典嘅地方呢，就係佢曾經拍過北非電影主要嘅場景之一。Rick's Cafe 建於1930年，佢原來嘅地址係一間摩洛哥舊式嘅豪宅，後嚟俾美國外交官 Kathy Cracker 所買下，並請咗設計師仿照電影中嘅場景嚟重新裝飾，直到2004年嘅3月1號才以咖啡廳嘅形式對外開放。簡樸嘅白色外牆配搭厚實嘅木門，令你唔可以諗到內部嘅裝修如此古典華麗。最後一晚，我哋大家喺一個旅行當中識得嘅好朋友，盡情歡唱。希望不久嘅將來，我哋可以喺多倫多再次見面啦。響摩洛哥11日嘅旅程好快就完結嘅，聽日我哋參觀埋最後一個景點，下晝我哋就翻多倫多。時間過得真係快，喺呢度大家喺歡聲笑語中留下了最美好嘅回憶。每次旅行我哋都會認識啲朋友，有相遇就有分別，所以我都好珍惜我哋相遇嘅每一分每一秒。如果你鍾意我今期嘅介紹，請訂閱讚好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